小朋友，你要搭公车去玩吗？是的。我们平常时都是搭公车的。哇，天气好热，老头子，我们考虑买车子吧。应该要买车了。小朋友，你平常都在这里玩吗？是啊。我们平常时都带他来这边玩，然后就顺便会去买一些东西。但是今天买的这么多又这么重，老公该买车子喽。应该要买一台车子喽。小朋友，属于你的儿童假期，你有什么安排呢？那阿嬷带你去看车车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记得哦。哇，你要看到好多车车啊！哇，这台颜色好好看哦。不错。你这台色的也很好看，又很大，很适合我们家的人坐。很不错哦。好，那我们决定在台北一点买车喽。OK。OK。要从几个月？